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新竹县无焚化炉，古所垃圾价格系差多附近嘅新竹市，韩国苗栗县伊能提退烧。去年嘅主动发生垃圾大战，今年睇新丰竹北也同样发生垃圾无奈何收嘅情形。因政焚化炉而保养修整，新丰养埋场都进入多嘢为8000吨嘅垃圾咯，造成附近居民嘅生活环境受到影响。遇到几个问题，新竹县环保局都提出了新丰垃圾掩埋场发发可利用嘅计划，想要屯埋嫩嘅垃圾热核做期限分类，掩埋场提恢复到头摆嘅样嘅空间规划，含个环境绿美化也做下去，能摆好袋再会废弃物做临时转运站，含个有空间好来卖收垃圾存嘅代价，安尼配的样式会高限推能停收垃圾。唔过附近嘅新丰屯竹北的乡亲受骗呢，讲嘅大闸查进来会造成环境污染么？故所路引动也嘅发法案，甚至有村民提出脱体来去焚化炉好嘅，新竹县自家嘅垃圾自家来收，那唔是看配的样式嘅面色。向下来关心也嘅事情嘅头来面去。10年以后，今天我们变成炉渣的后续的灾害的问题。而不是现在垃圾的。后续的炉渣谁来帮我们解决？对。新竹县新丰乡丰行村的村民伫太树下起早，惊到唔系我嚟了量大嘴骨，系小嘟嘟的都嘅议论。新丰掩埋场在个哪类利用过后，可能会有按头马嘅影响。要这么多的这个垃圾啊，要消化量，要去拜托人家，人家不愿意帮你烧，还要替人家说我的炉渣是没有地方放啦。哦，你以为人爱炉渣储存上所对咯，也变成有挑拣的，人爱就去储存个炉渣，去闷去就人去就烧了垃圾啊。新竹县一流以来都冇焚化炉，古数实际平現時嘅垃圾焚化爐做熱土維修，冇辦法退燒垃圾家下，所有嘅垃圾就會堆到掩埋場。今年從差不多3月初開始，見到差不多5月中第一隻時間，因為今年新竹市就苗栗嘅新竹市嘅稅收較唔順利，所以今年堆嘅垃圾比去年還要多。哦，你睇新豐嗰片堆嘅垃圾差唔多有7600噸左右。當年焚化爐做熱土維修，掩埋場嘅垃圾就堆散石海。故所新竹縣政府決定會同新豐掩埋場再個拿來利用，也項計劃環保署會補出8400萬元，新竹縣會自家起送3400萬元，針對掩埋場杜控第3期嘅比數再個拿來利用，面積有2.6公頃，還會施工。按算唯一特地掩埋用地，大概係94萬立方公尺。完工過後，按算賣嘅到48萬公噸嘅垃圾。掩埋場活化嘅計劃吼，是為了留喺你下台灣賣落去嘅垃圾，吼落去挖出來以後，然後來分留嗰度做啲回收嘅東西，全部來分出來。然後做唔得回收，做啲燒嘅東西，將送去焚化爐嗰邊去燒。空出來嘅地方，因為你下你當到產生嘅垃圾就到去做唔得燒嘅，第個地方可能因咗來變嚟嘅東西。也項計劃拿來再個利用嘅空間，按上會拿來做新竹縣在會廢棄物搶時對資場所、一般廢棄物臨時轉運站，韓國並受過後嘅代價，同時會同其他縣市建立相互合作嘅機制，來幫做啲追究更多嘅垃圾回收。不過村民同意見聽到會並受過後嘅代價就動反對。如果你把它挖掉，變成一個生垃圾的堆置場，以後比如說南寮不跟我們燒啊，竹南不跟我們燒的時候，那我們可以暫時堆置，再慢慢來找另外的一個出路嘛。這樣子才叫做活化啊！你把爐渣全部放在裡面的時候，那以後他們不跟我們燒的時候，這些垃圾要放在哪裡？地也給它佔滿了啊，對的，那垃圾根本沒有地方去啊。我想哦，我哋有啥多議會啊來反對吼。
是反对讲，垃圾冲起병还是风向唔错，扫好的，个灰渣吼、炉渣吼，它的载装还是风向堆置哈，对我们新丰乡哦，不管在环保的方面哈，那种臭啊，台子港受不了，环保局哈，你在中央并没有让来到新丰乡人哈，来乡亲哈，争取到乜个福利转来，适当垃圾丢本来丢啥。除了新丰乡，其实总北市松义地离烟霾厂未同群，民众出门後就表達讓婦人嚟治，免好婦兒入到渣渣，真見都難捱。對啊，蒼蠅啊，什麼攏有啦，差不多空氣中有誒，無誒，他們足歹啦，你說遮規日咱行啦，即馬是南風哦，你來西北啊，阮遮規個臭硬硬啦，規工臭硬硬啦。对不？看见我这里面哦，才足痛苦的啦。我小时候跟我爸爸他们就捕鱼了，就学成一种习惯性，结果这个掩埋场开下去以后，鱼就减少了，而且废水还流到大海里，一些文蛤啦、牡蛎啦，都一直死亡，都长不起来，而且我们的生意都没有了。不知道要怎么办。其实，民国81年中央推行一件事一份法律，新中业未计划维系。不过，天定垃圾監管政策推動了以後，民國95年環保署宣布停棄新中業呢份法律。新中業垃圾營業大概有210公噸，交本新竹市韓國苗栗縣來推銷。所以我們在99年開始到現在。我们就是帮新竹县每天处理150公吨的垃圾量。那就我知道，新竹县每天产生的垃圾量有将近210公吨，所以我们新竹市已经是几乎占了2/3的处理能力在协助他处理这2/3的垃圾量。新竹市垃圾分發廠就民國105年分發路營運年報統計來看，一年總業總量大概係25萬公噸，一般廢棄物大概係16萬公噸，一般嘅私營廢棄物係8萬公噸，也就係一年垃圾業廠嘅總量係685公噸。新竹市實際嘅分發處理量一年係900公噸，故所就算係減少新竹縣嘅垃圾，每行就拿用。我们的这些垃圾焚化炉应该处理生活垃圾为优先，那事业废弃物是其次，所以不应该说新竹市把这座焚化炉完全当作自己的，然后自己的垃圾烧完了以后，然后又去收了很多的事业废弃物，然后不让新竹县来共同使用，那这样是违背当初规划这座焚化炉的一个原始的目的。現陣當日送去新竹市同苗栗縣推銷嘅垃圾量有限制，新豐清潔處平常時數體制加下，都會同垃圾袋動單來檢查困難，民眾有做好垃圾分類嗎？來的時候他就跟你講了，說沒有講，他看你他就不給你丟下去，他會退放在向下面咯，你剪好才可以再放上去，沒有就不能放上去，就是。下次就會知道了。對，你下一次你就會知道了。而家係北上係基本上要很容易分解啦，就冇分類好勢，分化爐要一罐的經過喺呀本身嚟計人工要破台了後，就在迅速分化爐機械嚟檢查架擺，長本如果要上次唔合格，基本上歸隊再轉來，分好長本再過去，多分化咁樣。垃圾分類含係做到以後行為規範，垃圾共用等日都按多。故所新竹縣環保局希望嚟傳統新豐鄉掩埋場，愛嚟再個利用。不過向前行到大閘就一成約束。
6月底新丰也卖从事23公里安重嘅海岸线封闭，就本环保团体检测到本日对的芒吉岛天府路链公告后嘅路渣，还共有带5型嘅湿尘灰。像我们这个凤坑村这个海岸线，其实是一个很美丽的，可是一直到现在，这个炉渣一直到现在，环保局也没有再跟他做一个管控以及一个做法，要怎么来处置这一些废炉渣，一直搁置在这边。所以今天他们这一个焚化炉的炉渣再利用这个状况下，我们不反对不行，因为这个现有的这些炉渣已经在这边了，他们都没办法再利用了。新竹县环保局爱民众安心。当然，记得经过去再利用处理业者出来以后，记得各种的检验全部都唔会都符合环保署定下来的标准，用到工厂地位，其实对环境唔会有直接的危害啦。那当然，日后要做爱可能来做成水泥制品，因其个底渣捞水泥差不多向下以后，其含啊唔会走出来。不过，现正一卖错拿来在高利用嘅计划引起议员议道争议。6月底第2批审核家下就签署模式，不过垃圾嘅问题色彩动头拿通，韩国有谈到新竹向前讲。中秋新竹县自家对起义错焚化炉就卡样，就算强用会有大闸为主题，至少可以自家嘅垃圾自家收，唔是看人嘅面色。给我们建焚化炉更好啦，我们就不要去看人家的脸色了，多去又不行啊，他还会给你打回来啊。那现在焚化炉是我觉得是它必行的啦，这个才是长久之计。而且南寮的焚化炉也20几年了啊，这个有年限的，到时候淘汰啊。我们要去哪里烧？竹联也是10几年、20年了。那淘汰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如果讲系了活化计划，留喺起个焚化炉诶，了按啦，做得通西都健康哈，通西都推动哈，我相信啊哈，对喺你相信是非常好的事情。公所也非常的愿意来看到了只计划来去推动被成功啊哈。无论用嘅新竹县政府未了解，伊度演示自家州内北港过后，故所清河含气烟类要垂条来处理自家嘅垃圾。咱政府那边其实已经开始有规划，新竹县每想一家要有一只地方来，来下一只做在处理，至少做处理新竹县嘅垃圾嘅一只地方。当然，你下设计出来。然后新的技术，然后头摆我做嘅焚化炉嘅装饰会会切磨空样，佢嘅污染嗰度等嘅空气会比头摆还要好。现在国外有相当多的这个垃圾处理技术从这个厌氧消化，从这个气化分选场快速堆肥这个很多技术这个其实还是可以处理垃圾的问题今年6月20号也有行政院核定一个精进计划，叫做多元化垃圾处理计划这个计划我们也可以来帮新竹县来盖新建比较好的一个处理设施，但是我强调它就不是一个焚化炉了。施工环保团体提醒，处理垃圾嘅设施天天科技进步，还是会有大闸去处理同污染嘅问题。气化炉呢是另外一种焚化炉啦，那可能它会更昂贵，这是一点。第二点是它可能会发生意外，不发生意外的话，可能污染，空气的污染方面会比较少一点点那它应该也是会有一些类似底渣的问题，那所以它也不是一个最佳解决方式。就2015年数据统计来看，新竹县垃圾回收率系52.75%。故所环保团体呼吁建立完整嘅回收体内，韩国垃圾为确实减少，将系根本嘅办法。在各个社区，在各个大街小巷设一个回收站，那这个回收站有人管理，然后请民众教导民众好好的来分类。那这样的一个系统，我相信会可以把回收率提升到90%，那也有办法把厨余全部分开来。那你可能花的经费可能只
这个焚化炉经费的1/10就够了。各县市都有垃圾嘅大问题要处理。前年12个月，环保署美国现有废弃物清除处理实施统一调度办法，包含中央和白州的统一来调度焚化炉嘅使用，甚至请假11日就会来公告实施。不过讲来讲去，行嘅贵感受为少为阴霾嘅体色，真唔会当研究味道少垃圾嘅问题有按度而呀。